2026年5月，澳門賭王四房近年最暖嘅一次破冰聚會喺一間酒店上演。何超霞因為乳腺癌復發過世，何家2、3、4房罕見全員到齊。64歲嘅大姐何超瓊親自到場，着住黑色皮裙熱舞，仲親手幫妹妹何超蓮整理被風吹亂嘅頭髮。呢一幕被路人影低，幾多網友睇到喊。然而翻片所有流出嚟嘅相同片，唯獨冇何超蓮嘅老公竇驍唔見咗。5月9號，何超蓮35歲生日，三太陳婉珍嘅壽宴佢缺席，何超霞嘅追悼會佢缺席，何家清明祭祖佢缺席。計下上嚟，呢個已經係佢連續幾次缺席何家核心家庭場合啦。更加絕嘅係咩？就喺何超蓮生日當日，竇驍人喺西安，忙住幫張藝謀監製嘅新劇主角做宣傳，同女搭檔劉浩存互動親密，現場氣氛嗰個叫熱火朝天。有知情人透露，竇驍當日嘅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，首映禮喺第二日下晝，生日派對喺夜晚，兩地並非完全無法兼顧，但佢就係冇去。網友咋啦？有人話佢被何家徹底拋棄啦，有人話佢連追悼會都冇資格參加啦，仲有人直接翻舊賬。呢條友當初可是集咗5000萬搞婚禮，抵押咗北京2套房，簽咗3年淨身出戶條款先至娶到嘅賭王千金啊！而家呢？認證欄寫住何超蓮丈夫，片酬冚到幾百個達不漏，連何家嘅追悼會都入唔到去。呢段婚到底結咗個咩？1嗰5000萬係何家唔肯出，定係竇驍非要自己講？先講錢。2023年4月18號，巴厘島烏魯雅圖區懸崖別墅酒店，面向大海。何超蓮着住價值不菲嘅鳳紋盤金繡中式裙褂，佩戴400萬珠寶，竇驍一身西裝企喺佢隔籬。呢場婚禮被媒體稱為世紀婚禮，3日2夜，包起5星酒店，承擔賓客來回機票，奢華程度令人咋舌。但呢5000萬幾乎全部都係竇驍圖嘅。據知情人透露，呢場婚禮從頭到尾都係竇驍親自策劃、親自使錢，幾乎掏空咗佢多年喺影視圈積累嘅二線演員收入。何超蓮只需要着住高定禮服，帶住珠寶亮相就得啦，娘家1蚊都冇出。有圈內人私下講，竇驍當時將北京朝陽2套核心地段嘅公寓都抵押出去啦。嗰陣樓市正火，呢個操作講白啲就係表忠心，我有錢，我唔圖你哋屋企。但問題係，何家真係差呢啲錢咩？當然唔差。賭王何鴻燊嘅家族資產以百億計，何超蓮名下有澳門勵駿創建嘅股份，有自己嘅餐飲品牌，有時尚事業。要佢出個婚禮錢，同我哋出去食餐火鍋一樣輕鬆。但何家冇出，1蚊都冇出。據了解，三太陳婉珍早喺婚前就要兩個人簽咗一份相當苛刻嘅婚前協議。竇驍放棄對何家資產嘅任何主張，夫妻收入對半分，若婚姻未滿3年，共同投資需低價退出。講白啲，何家對呢個外來女婿防備得明明白白。你可以理解為愛嘅考驗，亦可以理解為一場精心設計嘅入場考試。你想入何家嘅門？得，但你要先證明你唔係衝住錢嚟嘅。竇驍揀咗最蠢亦最真誠嘅方式，集錢。5000萬，2套房產，一份近乎淨身出戶嘅協議。佢賭嘅係咩？係何超蓮嘅真心，係何家嘅認可，係未來喺賭王家族商業版圖入面分一杯羹嘅可能性。3年過去啦，佢賭贏咗未？2由楚喬傳燕勳世子到3線片酬，竇驍呢2個字正在被何超蓮丈夫慢慢吞掉。2017年楚喬傳爆啦，竇驍演嘅燕勳世子前期陽光開朗、意氣風發，後期家破人亡、黑化隱隱，前後反差之大令觀眾又愛又恨。嗰一年佢多次登上藝人新媒體指數榜，人氣暴漲，係當時最受歡迎嘅男演員之一。喺呢個之前，
佢係張藝謀欽點嘅山楂樹之戀老三，係狼圖騰入面嘅牧民楊克，係破風入面同彭于晏飆戲嘅國民老公。巔峰期嘅竇驍片酬係咩水平？圈內人透露，至少係8位數起步，男1號嘅資源排住隊等佢揀。然後佢結婚啦，婚後嘅竇驍肉眼可見咁消失啦，工作量斷崖式下跌，由男1號變成配角，由配角變成定製劇，由定製劇變成去澳門勵駿創建做副總裁。呢間公司咩來頭？據了解，陳榮煉曾經控股，後來管理層大地震，急需一個明星樣嚟穩股價。四太梁安琪團隊接手直播帶貨之後，本來想將竇驍包裝成大灣區蚊女代言人，點知佢連博彩牌照嘅門道都冇摸清，同澳門本地資本鏈直接撞車。有知情人透露，竇驍喺何家感受到嘅壓力，好大一部分嚟自三太陳婉珍。三太本人出身並非傳統名門，喺家族中比較在意門第觀念，曾經公開暗示竇驍事業仲需努力。佢婚後想參與何家核心生意都被婉拒。翻譯成人話就係，你可以做我女婿，但生意場上嘅嘢你唔好插手。於是竇驍做咗一個令所有人意外嘅決定，清空微博入面所有同何超蓮嘅恩愛合照，將簡介由演員改成何超蓮丈夫，然後沉默啦。2025年10月，向太陳嵐喺直播間已有所指咁爆料。富家女下嫁男演員，男方耗盡積蓄辦婚禮，女方家族未提供任何支持，婚姻瀕臨破裂。雖然冇點名，但讚咗所有關聯竇驍何超蓮嘅評論，輿論瞬間炸鍋。竇驍嘅回應係咩？乜都冇講，只係默默將重心轉返去演戲。2026年5月10號，張藝謀監製嘅閃派大劇主角登陸黃金檔。竇驍嘅名出現在演員表靠後嘅位置。據圈內人透露，佢今次嘅片酬冚到咗幾百萬。幾百萬係咩概念？對比佢巔峰期嘅報價，差唔多係膝蓋斬。放喺而家嘅市場上，亦就3線演員嘅水平。有人話張藝謀用佢係念舊情，畢竟竇驍嘅出道作《山楂樹之戀》就係張藝謀俾嘅機會。但亦有人講得更加直白，老謀子精得好，從來唔做虧本買賣。用竇驍係睇喺嗰筆置換資源嘅份上。唔理點都好，竇驍返嚟啦，帶住一部張藝謀監製嘅劇，帶住一個何超蓮丈夫嘅認證，帶住一段邊個都講唔清嘅婚姻。3. 何超蓮，一隻貓價值1層樓，花園大過公園，手握500億仲覺得窮。要理解竇驍嘅處境，要先睇下佢娶嘅係個點樣嘅人。何超蓮1991年5月9號出世，賭王何鴻燊同三太陳婉珍嘅女，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經濟學學士，倫敦大學理科會計師碩士，現任澳門勵駿創建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。但學歷只係佢最唔值一提嘅標籤。佢手握嘅資產有幾多？據福布斯數據，何超蓮名下涉及嘅家族資產規模以百億計。佢自己創立咗慈善組織，引進咗台灣95牛肉麵、日本麵包品牌等多個商業項目。喺銅鑼灣、上海徐家匯都有自己嘅鋪頭。佢養嘅貓，據說價值1層樓。佢屋企嘅花園大過公園。佢出行坐私人飛機，戴嘅係全球獨一無二嘅卡地亞鑽石項鏈。但有意思嘅係，陳婉珍由細對個女嘅教育極其嚴格。何超蓮返學嗰陣坐巴士，攞普通零用錢，打爛咗花瓶要自己賠錢，1蚊錢嘅家族勢力都唔許用。呢種教育方式塑造咗一個好矛盾嘅何超蓮，佢既有豪門千金嘅底氣，又有普通女仔嘅接地氣。佢會喺社交媒體上大方晒恩愛，亦會坦言現階段唔想生仔。唔需要用仔嚟捆綁婚姻。佢對竇驍嘅態度由始至終都好明確，我唔在乎你有冇錢，我只在乎你對我好唔好。2020年賭王離世，竇驍第一時間停工飛去香港，以男友身份出席葬禮。
呢個係佢獲得何家認可嘅關鍵一步。2022年，兩個人一齊上綜藝，何超蓮見到劉星激動咁嗌，發現得自己見到，竇驍湊到佢耳邊輕聲講：呢個係你嘅爸爸，所以得你先至見到。呢個片段成咗佢哋愛情故事入面嘅名場面。但愛情係愛情，婚姻係婚姻。當鏡頭關埋，熱手退去，竇驍面對嘅係一個佢永遠無法真正融入嘅世界。2026年嘅竇驍，佢到底仲喺度逃咩？講返開頭嘅問題，竇驍被傳抵押咗北京2套房產，被何家拋棄，連追悼會都冇資格參加。呢啲講法有幾分真？據目前可查嘅信息，兩個人未領證嘅講法係真嘅。更加準確嘅描述係，竇驍正在經歷一場漫長嘅邊緣化。佢唔係被踢出去，而係自己行到咗邊緣。何家嘅核心聚會佢入唔到去，何家嘅生意佢插唔上手，何家嘅社交圈佢融唔入去。佢做得到嘅，得有演戲。咁佢逃咩？有人話逃錢，但佢將積蓄都集喺婚禮上啦，片酬仲喺度跌。有人話逃名，但佢嘅認證都改成第個人嘅姓氏啦。有人話逃愛，但佢連老婆嘅生日同家族追悼會都缺席啦。也許佢逃嘅就係嗰個叫何超蓮嘅女仔本身。2026年3月，何超蓮 post 出兩個人賞櫻花慶祝結婚3週年嘅相。畫面入面兩個人笑得甜蜜，但有細心網友發現，部分相疑似分開影完之後砌埋一齊，兩個人已經好耐冇同框嘅實時相啦。但就喺5月9號生日當日，竇驍喺何超蓮 post 出嘅馬爾代夫度假相評論區留咗一句：我嘅女人得我可以睇，配咗幾個醋壇子表情包。呢個算咩？隔空示愛，定係最後嘅倔強？結語：豪門嘅門票係用演員嘅全部籌碼換嚟嘅。而家回頭睇嗰場巴厘島婚禮，煙花確實靚，但煙花散盡之後，竇驍要獨自面對一個殘酷嘅等式。豪門嘅門票價格係佢作為演員嘅全部籌碼。3年期限好似懸喺頭頂嘅倒計時，每一步撲街，每一次轉型失敗，每一次缺席何家聚會，都喺度加速透支嗰張門票嘅信用額度。主角劇組有人爆料，竇驍而家拍戲特別乖，早到，唔揀，配合度高。曾經《楚喬傳》入面嗰個意氣風發嘅燕孫世子，學會咗喺片場低頭。呢種轉變令人唏噓，但亦令人想問一個冇答案嘅問題：如果3年前冇簽嗰份協議，冇押嗰2套房，冇集嗰5000萬，佢而家會唔會仲喺男1號嘅位置上？答案冇人知。娛樂圈從來唔缺如果當初，只認眼前嘅票房同熱搜。竇驍嘅故事之所以扎心，係因為佢撕破咗嗰層溫情脈脈嘅面紗。豪門婚姻從來唔係終點，而係另一場更加兇險嘅賭局。籌碼係你嘅名，你嘅樣，你賺咗10幾年嘅觀眾緣。賭贏啦，好似某啲前輩咁運成資本本身；賭輸啦，就好似而家咁，3線片酬接戲，認證欄寫住第個人嘅姓氏，追悼會上連個位都冇。而嗰個叫何超蓮嘅女仔，左手無名指上面嘅婚戒時戴時唔戴，從來唔解釋，從來唔回應，只係繼續過住佢紙醉金迷又歲月靜好嘅日子。至於竇驍，佢大概仲喺度等主角爆啦，等3年期限到啦，等何家終於願意俾佢一把真正嘅椅。又或者佢等嘅從來就唔係呢啲，佢等嘅只係何超蓮再叫佢一聲竇竇。